来看今年的5月开始哦，针对汽机车伫人行道无让过路人行行扩大执法。咱来看嘉义市哦，道桥倒摆的民众因为停落来，互民众经过，去互汽车弄着，2个人冤家相拍哦。伫台中哦，嘛有重型机车为着要让过路人向打东啊，嘛互后面的车弄着。 人来来去去的街仔路顶，汽车驾驶向落车，冲到对向的车道攻击一名骑奥多摆的人。这个民众指控，日前骑机车驶嘉义市医院入去文化路夜市，因为停让行人，叫自小客的驾驶叫是伫咧呛声，对方施暴了后，马上开车离开，造成家己双手拢切着伤。警方通知汽车的驾驶到案说明，顺后以伤害、妨害自由罪嫌上班。有路人就是正在行经马路，所以就是我选择停让路人，然后只是后方的驾驶他就是有对我就是鸣按第一次喇叭这样，用手比个问号，就是表示说为什么他不行让路人，然后这时候他可能火气太大还是怎么样，他就是下车，就是用拳头殴打我。 已通知致小客车驾驶到案说明，并坦诚善情不讳。警方全案依涉嫌伤害、妨碍自由罪嫌，将移送侦办。台中逢甲上款16号深夜，是发生安排重机来到无号志路口，拄着行人赶紧打东啊，后壁轿车追撞的意外，重机的人甲车向撞到的瞬间，还阁跳起来，摔咧涂骹了后，身体几类为刺伤。警方初步研判是轿车无保持安全的距离。 一车前车头与二车后车尾发生碰撞，造成二车驾驶身体多处擦挫伤，初步噪音，一车未保持安全距离。你搞这样下去，等于是行人老大嘛。啊，但是有的人不像你这样想象，他走路就慢慢走啊，手机看啊，他不晓得我们转弯也是要时间的。 不过，伫咧当地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认为，逢甲上款复兴路人车真多，相关的路口拢应该装号志，采用行人专用设施，行人本身的素质也应该提升，才会当避免这款的意外搁再一次发生。记者嘉义台中报道。